后来乡亲也讲，台湾人的消费力真惊人哦。根据着国银行公布的资料，6月份旅卡的金额5640亿创纪录。专家来分析，讲主要是用来纳税，也阁有消费习惯的改变。讲即摆有真侪民众，世界食饭，或者是伫国内外旅游，拢是用旅卡的。店内的人潮是地满满，双手拢挂鼓拉底，民众的战斗力嘛反映伫旅卡金额。国内外旅游、世界食饭拢入信用卡。根据国家银行的公告，6月份总共是入5640亿，和去年同期来比，一年增加6%。顶半年大概是入2.3400亿，一年增加12%。拢创下历史上同期新高的纪录。主要是5月份的综合所得税，它是在6月份统一请款。再来就是暑假的出国嘛，你通常大概会提前1-2个月去刷行动支付，绑定信用卡很方便。中信银行的6月和顶半年旅卡金额拢排第一，玉山银行的6月将国泰世华和百富银行扣掉排第2。严格国泰世华靠顶半年战绩拼过玉山银行。金管会统计，去年台湾人旅卡金额是4.1860亿，今年顶半年都入2.3400亿，已经达到去年的58%。估计今年预计会当冲破4.2000亿，创下新的纪录。旅卡商机是愈来愈大，市场嘛出现新的趋势。现在很多银行都喜欢把它的现金回馈卡转换成点数回馈的模式，它就可以省下很多的这个支出成本。现金回馈国内的顶标大概是国内2%，海外3%，但是点数回馈可以来到3到3.8%以上，你还是必须要去做折抵、换礼券、折刷卡金，会变得比较麻烦。专家提醒，每一间银行信用卡优惠有加有减。福利买对的调整，消费者会当加做比较，再做选择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